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女貓手帖，帶你直擊我哋4月喺富士山周邊歷時5日嘅自備露營之旅。今次坐香港快運，晚上8點機放工就出發。我哋今次從香港帶咗50千克裝備嚟富士山周邊露營嘅。今日富士山露營第一日，一出發就遇到4月飛雪，真係意想不到。第一站，先衝去 DCM 補給，準備對抗寒冷嘅天氣。店鋪就好似日本版嘅家居寶庫啦，即係從五金啊、家具到園藝用品咩都有得賣。但係對我哋露營嚟講，最讚嘅就係佢通常有一個超級大嘅露營專區。今日最主要就係準備買對抗寒冷嘅用品。隔離有間超級市場可以購買今晚嘅食物。喺日本超市買和牛價錢非常之超值。到達營地，而家雨終於細返好多，剩返啲雨粉。啱啱好櫻花都開咗，地下都冇雪啦，算係好幸運啦。喺微微細雨中搭帳篷嘅，雖然有啲濕咁，但係都係值得㗎。搭完帳篷咧，又開始落雨啦，我哋開始預備今晚個晚餐咯。呢度有個好方便嘅地方咧，就係可以加啲錢提供電源啦。店員好好，仲借咗拖板俾我哋。如果住4晚露營，要安排電都係好重要事。今年富士山周邊櫻花遲咗開，呢個營地周邊同樣都未開始開花。好彩我哋隔離咧開咗2棵啦，喺櫻花襯托底下都好靚㗎。今日都係得2組人，感覺非常之寧靜。我覺得營地呢個位係最好，感覺範圍係最大，隔離有櫻花樹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住係9號營地。今晚晚餐係壽喜燒，寒冷天氣食火鍋係最暖心嘅。食完晚飯，預備洗碗同沖涼。服務站都有少量物品可選購，好貼心，全部自助購買。呢房即係雖然有啲歷史，但係整體都係好整潔，熱水源源不絕，仲可以2日一齊沖涼嘅，唔使等待。一覺瞓到大天光，好好瞓，可能太攰啦。好溫馨提示啦，大家記得買多啲暖包，夜晚瞓覺用都幾頂得凍㗎啦。上晝終於都停咗雨，可以公園散散步。預備食早餐啦，喺櫻花樹下食早餐已經好滿足咗啦。食完早餐啦，懷住不捨心情要離開呢營地。今次櫻花樹下嘅早餐係我哋今次旅程最難忘嘅回憶之一，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樣感受到呢份春天嘅幸福感。預備往下一站營地出發。
中途經過天婦羅店鋪啦，食完午餐再往營地，呢度有免費停車場嘅。食完午餐出發，今日營地，今日落大雨。哇！啲雨突然咁大嘅，唔得啦唔得啦，要同場暴雨鬥快先得。成功搭完營，雖然全身濕透，但係總算有個安樂窩。全身濕咗真係非常之寒冷㗎，搭完營呢，即刻要沖個熱水浴，舒服好多。終於度過咗狼狽嘅一日。個地真係好濕，好彩帶咗行軍床啊！全晚冇停過雨，早上見細雨啲，立即拆營，預備下個旅程。本來呢個位置可以睇到好大個富士山，下次再嚟過啦。食完美味早餐就出發去下個地方。我覺得下大雨一開始覺得好麻煩，又濕又狼狽，但係當你成功搭營，坐定定，聽住雨聲，食住個熱辣辣火鍋，先發現同大自然共處嘅感覺，先係露營最珍貴嘅部分。下一站係另外一個營地嘅，天氣報告話下晝終於停雨啦。我哋先去浴場浸溫泉，享受暖湯。呢間名係天母之湯，價錢好實惠，1小時都係410日元。我哋揀咗3個鐘730日元，超值。內裏環境係非常之整潔啦，可能唔係繁忙時間，同樣都係冇人。內裏係露天溫泉啦，風景好靚啊！我哋而家出發去下個營地啦。經歷過頭先嘅風雨，我哋反而學識咗放慢腳步。你睇下而家個天係咪好靚呢？原來只要內心平靜落嚟，喺富士山嘅懷抱裏邊，所有煩惱真係會跟住隨風飄散㗎。如果呢條片有任何一個畫面令到你覺得開心，或者俾到你去露營嘅動力，請你留言話我哋知。你嘅支持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多謝，下集見。